没问题。伊只要无客栈，侬客栈飞咩话？明天都说侬客栈飞咩话？三个无魔王者耶稣而在，我耶稣挑战防这命，耶稣挑战防这命。你里面行搬来罗江，你里面行搬来罗，他的脸像太阳一样发光，将你脸绿后呀，江海绿后呀，江海呀，江海宝贝呢，真正呢。耶稣挑衅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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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面，你里面，你写错了，你里面航班来，你里面，航班来，罗江，绿后呀，江海。也是挑战就是挑衅，防这就是面相样子面貌样子，防这面，你里面行搬来咯，像太阳一样发光，搬来咯江，绿后呀，江海，衣服也发光。耶稣挑战防这面，你里面行搬来罗江，绿后呀，江海，他的脸发光，衣服也发光，他就是一个神仙。要做就像一阵风筝，飘落遥远的太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有面膜代言海当，若能前面带走梦，啦啦啦。